国内目前有上百万户囥伫咧用的空厝，也若即个细厝的人是定定找无厝，或者是讲这租金伤过悬。今仔日租客联盟就邀请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各党团就要照拼照行推动空厝税。另外，针对着空厝的问题，也爱立法来管理。针对有3间厝以上的人，就要加重扣税，才会当互这空厝让出来。也若偏乡的部分，就要掠过。说到做到，履行承诺。租客联盟甲公益捍卫行动志工团13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各党团爱落实推煞空厝税，解决租厝歹找这个问题。把台湾超过100万户的空屋，特别是位在都会区的空屋，逼出来有效的出租使用，然后来解决我们租屋族的居住的问题。针对租厝的人，租客联盟有做调查问卷，发现有5%租厝的人不满供需不足、租金起价，也有3%7租厝的人认为适合租厝的选项伤少。根据调查，国内目前有上百万户空厝经营，其中无抵用的比率，各以6都占上济。租客联盟认为，各党团应该爱推煞空厝税，按过施行的时阵，都爱排除偏乡，避免伤害到无辜。同时，针对部分厝主烦恼出租会互查到较早多漏税，嘛都爱卖个堆税。到尾也锁定有3户以上坐厝的人，要租人就免征收税，也有加重扣税，安尼才有法度逼出空厝。针对多屋者，平均每屋每年增加的税额非常的少。这也可能导致法案在推行之后呢的效果不彰。针对空屋释出的部分，我们认为应该要另外立一个法令，多屋必须非常重税。那这个非常的重税，它必须要高到让我们的多屋族他会觉得把房子空在这边会痛，他宁愿要拿出来出租。针对空厝这个问题，已经大大影响租厝权益。租客联盟认为，各党团应该爱想办法引导空厝出租使用，安尼才当有助租厝市场一旦健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